對於香港市民嚟講 ，TVB 唔單止係一個免費電視頻道，佢更似係一個濃縮嘅職場社會。喺電視廣播城嘅將軍澳辦公室入邊，高層之間嘅明爭暗鬥，堪稱現實版嘅金枝玉葉。前排外界仲喺度紛紛估計某位高層大勢已去，即將面臨失勢下台嘅危機。邊度知轉眼間佢就喺自己嘅生日宴會上面拋出重磅炸彈，唔單止令死對頭當場錯愕，更向全港娛樂圈宣告邊個先係真正手握大權嘅話事人。佢就係掌控 TVB 龐大藝人資源嘅幕後女強人助理總經理樂怡玲。今日我哋就深度剖析樂怡玲係如何憑一己之力穩坐釣魚台，甚至令無數當紅小生花旦心甘情願拜山頭嘅。喺香港娛樂圈，每年7月，樂小姐嘅生日宴向來被視為 TVB 內部勢力嘅探熱針同名利場。日前，樂怡玲喺尖沙咀包下場地舉辦盛大嘅生日派對，現場星光熠熠，幾乎將大半個 TVB 嘅台慶陣容搬到咗現實入邊。曾志偉、林峰、胡定欣、姚子羚、陳瑩、張振朗、黃宗澤、吳卓羲等當紅藝人悉數到場，排場之大令人矚目。對於普通香港市民嚟講，呢個可能只係娛樂版嘅一則花邊新聞，但對於身處名利圈嘅藝人嚟講，呢個係一場絕對唔可以缺席嘅表忠心大會。喺合照入邊，邊個可以企喺 C 位，邊個可以得到樂小姐嘅親自敬酒，邊個又喺席間談笑風生，呢啲微小嘅細節都直接關乎佢哋出年甚至未來幾年嘅曝光率同星途。今年派對嘅一個極具戲劇性嘅細節係樂小姐對外宣稱派對嘅主題係開心為主，並強調冇着衫要求。呢個聽落去似乎非常親密，但深觀香港職場文化嘅人都明白，呢個先係最高難度嘅考驗。穿得太隆重會被認為過於搶風頭，喧賓奪主容易得罪人；穿得太求其會被高層視為唔尊重場合，缺乏分寸感。拿捏得當，既要凸顯自己嘅明星氣質，又要恰如其分地做好綠葉襯托主角。喺 TVB 呢種論資排輩、講究規矩嘅地方，呢句冇要求，其實就係對所有藝人職場情商最嚴苛嘅年度考試。喺呢場群星璀璨嘅派對入邊，最引人注目嘅毫無疑問係樂派嘅頭號愛將黃宗澤。黃宗澤唔單止喺面對傳媒時大開玩笑，高呼天后保佑，甚至自嘲而家已經過咗期，要等天后開恩賜工作。呢種睇似冇大冇小嘅玩笑話，實質係極其高明嘅職場撒嬌。喺等級森嚴嘅 TVB， 咁喺最高層面前如此肆無忌憚地調侃，足以證明佢喺樂怡玲心目中嘅親生仔地位。而樂怡玲咧，亦都俾咗極大回饋。喺生日宴現場，佢唔單止親自拉住黃宗澤嘅手，更當場宣布咗一項足以令全港電影圈同電視圈側目嘅決定：年底邵氏兄弟將會開拍一部重頭賀歲喜劇，黃宗澤唔單止係男主角，仲會首度跨界擔任電影監製。此言一出，全場譁然。香港傳媒圈隨即傳出，一直同樂怡玲分庭抗禮嘅另一位高層曾麗珍聽聞呢件事都深感意外。點解呢個消息咁震撼？一係近年嚟香港本土電影市場同影視投資環境相對疲軟，資金審核極為嚴格；二係將一部大製作電影嘅財政、人事、創作大權直接交俾一個幾乎冇監製經驗嘅男藝人，風險極高。喺當晚嘅派對上，樂怡玲許下嘅生日願望非常實際且誘人，希望幫藝人們賺多啲錢。而家市道唔好，但我會叮囑大家操練身體，多啲去打匹克球，因為中港合拍劇、內地綜藝同短視頻隨時會有工作揾上門。呢個就係樂怡玲權力嘅核心來源。喺如今香港本土市場萎縮嘅大背景下，邊個能幫藝人北上神州賺人民幣，邊個就掌握咗真正嘅生殺大權。呢個亦難怪連懷孕大肚嘅連詩雅都要親自到場。
而同日生日嘅當紅小生丁子朗寧願放棄自己嘅慶祝，都要跑嚟同樂小姐撐場。樂易玲之所以能夠喺呢個男人紮堆利益錯綜複雜嘅影視圈呼風喚雨，絕非偶然。佢嘅人生經歷本身就係一部不折不扣嘅大女主奮鬥史。1959年出世嘅樂易玲，早年畢業於香港著名嘅協恩中學。起初佢喺銀行做住一份安穩嘅出納工作，但係平淡嘅生活無法滿足佢嘅野心。2年後，佢帶住儲落嘅學費，孤身赴日留學。1977年喺一次假期回港參與影視製作嘅機緣下，佢毅然決定放棄學業，投身當時正值黃金起步期嘅香港電視業。憑借出眾嘅外貌，佢完全可以走向幕前，但佢卻選擇咗最苦最咩嘅幕後助理編導起步。1981年，佢追隨著名製作人麥當雄加入邵氏電影公司，憑借雷厲風行嘅作風同過硬嘅業務能力，成功引起咗邵逸夫紅顏知己後來嘅 TVB 掌門人方日華嘅注意。喺邵氏期間，樂易玲曾與當紅男星鐘鎮濤因合作電影《表錯七日情》相戀。樂易玲唔單止眼光獨到，更作為製片人全力扶持男友。該片最終狂攬1800萬港元票房，打破紀錄。然而鐘鎮濤走紅之後，為咗偶像包袱，要求維持地下情。對於一向追求主權同透明度嘅樂易玲嚟講，呢個觸碰咗佢嘅底線。佢冇糾纏，果斷結束咗3年嘅感情。佢用事實證明喺呢個圈子入邊，依靠男人帶嚟嘅虛榮，遠不如自己手裏掌握嘅權力嚟得實在。呢種唔被戀愛腦左右嘅極度清醒，令佢深得方日華嘅賞識。1993年，樂易玲與參與設計過香港頂級豪宅曉路嘅著名建築師陳星平結婚，隨後淡出娛樂圈，相夫教子達10年之久。就當外界以為佢已徹底隱退之時呢，2003年，方日華為咗制衡 TVB 內部陳麗珍日益膨脹嘅權力，三顧茅廬將樂易玲請回咗將軍澳電視城。樂易玲嘅回歸就好似一條被投入沙丁魚槽嘅煎魚，徹底打破咗 TVB 原有嘅權力平衡。為咗迅速建立自己嘅基本盤，樂易玲大刀闊斧地提拔咗一批符合自己商業審美嘅高顏值藝人，打造出著名嘅無線五小生，其中包括鄭嘉穎、林峰、黃宗澤、吳卓羲、陳鍵鋒。其中最具爭議嘅代表作，莫過於對鄭嘉穎嘅強力栽培。鄭嘉穎早年星途不順，但喺樂易玲嘅力排眾議下，佢喺37歲嗰年，憑借《天幕下的戀人》爆冷奪得 TVB 視帝。坊間甚至流傳喺拍攝《烈火雄心3》嘅時候，為咗突顯鄭嘉穎高層不惜修改劇本，令同劇另一男主角黃喜陷入長期昏迷。呢啲鐵腕手段雖然引發過爭議，但亦確立咗樂易玲喺藝人心目中只要聽話就能上位嘅絕對威信。香港電視圈嘅權力更迭從未停止。2011年，隨住殼王陳國強入主 TVB， 長達近40年嘅邵氏方日華時代落幕。新老闆引入咗綜藝女強人余詠珊 ，TVB 隨之進入咗曾麗珍、樂易玲、余詠珊三足鼎立嘅時代。呢段時期，樂易玲行事低調，默默蓄力。到咗2021年，曾志偉空降擔任副總經理，打出清理山頭文化嘅旗號。余詠珊派系黯然離場，曾麗珍看似獨攬大權。香港傳媒界一度盛傳，作為舊朝元老嘅樂易玲即將成為下一個被清洗嘅目標。然而2026年嘅呢場生日派對，徹底粉碎咗呢啲傳聞。點解樂易玲能夠一次又一次穿越周期喺洗牌中存活？首先喺電視廣告收入下滑嘅今日，樂易玲手中緊握嘅中港合拍劇、資源邵氏電影項目以及內地社交媒體運營，係 TVB 目前最能直接創造現金流嘅板塊。其次，佢與內地影視平台嘅高層建立咗長期嘅互信關係。呢種跨越地域嘅政商資源
係其他知識本土製作嘅高層難以企及嘅。最後嗰啲對佢死心塌地嘅頭部藝人係收視率同票房嘅保障。喺資本眼中心入邊，邊個能帶兵打仗，邊個能賺錢，邊個就係不可動搖嘅核心。樂二玲嘅半生軌跡向所有職場人揭示咗一個極其殘酷但亦無比真實嘅道理。喺香港呢個拜高踩低、講究現實嘅商業社會入邊，從來都冇永遠嘅朋友或者敵人，只有永遠嘅利益同不可替代嘅硬實力。權力嘅王座唔係靠人哋施捨或者一時嘅運氣，而係喺一次又一次嘅危機與博弈入邊，靠自己嘅手腕、眼光同資源殺出嚟嘅。而呢個恰恰亦係香港娛樂圈至今依然令人着迷嘅獨特魅力所在。